做2022年10月初10，每日圣眼讲读经，做伙为真理做工。圣经约翰三书第1章第5节到第8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忠实接待信徒，特别是出外人，因捌伫会众面前证实你的疼心，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帮赞，因继续因的旅程，因为因为着基督的缘故出外传道，拢无对未信者接受什么，所以咱有义务接待即款的人，互咱通为着真理正做同工。做伙为真理做工。拄入学神学院的第1年，常常听到学长学姐分享拜六礼拜伫教会实习的生活，讲到无共族群有无共的文化，各教会的现况也拢无共。特别听到这个关系教会实习的经历，总会互我感觉真趣味。一般来讲，教会实习大部分是学校安排，总是若会通家己选择。学长姐讲，因比较意爱去某一个族群的教会实习，因为因感觉这个族群的教会兄姐拢真尊重佮照顾新学生。有一位学姐讲，每遍对教会实习回来，伊一定会变碰皮，因为伊拜六暗会先互信徒接待用餐，每遍菜色拢真丰富，做日早顿搁较是丰盛。礼拜日服侍结束，牧师会搁带伊去信徒的家庭用餐。若牧师有代志无法度去，伊就家己行过去信徒的厝食饭。去实习的时，除了教会互伊的车马费，有的信徒还会偷约钱互新学生，爱伊伫路呢买物件食。若拄着节期庆典，教会也是信徒也会包礼金。学者讲，就算伫家己的教会，也无一定会奉遮尔礼遇。直到有一遍，伊甲牧师开讲，才明白伫教会兄姐的观念内面，新学生就是未来的传道者，是上帝特别选召的仆人。因照顾佮关爱新学生，也是用家己会当做的方式，伫服侍教会甲上帝。伫古代的社会，交通甲遮大无利便，加上路途遥远，旅行者真好掌握伫半路会拄着甚物危险压力。若无必要，一般人真少愿意出远门。不过，初代的传道者真少固定伫同一间教会传讲福音，因必须不断对这个砖头换到别个所在，伫无共的地方向人传讲福音真理。过程中非常需要有信徒的接应，确保传道者路途平安，甲特先遮大的照顾。这拄好是约翰三书作者称赞受惠者加油的主要缘由，因为加油出自对上帝忠心、尽心接待遐个巡回传道者。作者指出，加油为遮个巡回传道者所做的代志，伫教会中受到肯定，因为因对伊的服侍感受到上帝疼伫因中间的运行。传福音需要有遮个逐款逐样的人，伫无共位置彼此帮赞甲承担。伫福音工作需要有人挺身出来，勇敢徛伫第一线冲刺，
也需要有人留守后方，正做有力的支援，不断供应前线人员，互因无后顾之忧，为上帝国扩展境界。咱无一定有机会去到外国宣教，也是去到其他县市传福音。总是当咱用上帝听接待每一个来到咱中间的福音工作者，就是同齐为真理做工，相信的确会互上帝纪念。默想，伫生活中要安怎透过接待，互人感受到上帝听咧？伫生活中安怎透过接待，互人感受到上帝听咧？做伙来祈祷，祝上帝给你帮助我，会当伫生活中看到福音工作者的需要，阁会当主动学习基督的听去关心，也是接纳因，阁较会当伫接待中，甲听你的人做伙做工，同心传扬福音真理，荣耀主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